我哋活呢一世，大半時間都係同人打交道，但真正可以將人睇明白嘅，冇幾個。好多人話睇人要聽其言，觀其行，要一齊共過事，捱過難斷，先可以睇清真面目。呢句話冇錯，但太費時間。我睇咗大半世人，摸出一個最省心嘅法子，想睇透一個女人嘅性子，唔使等佢講嘢，唔使同佢共事，就睇佢出門着嘅嗰身衫準得很。你唔好覺得呢個係以貌取人，太膚淺。老話講衣品見人品，呢句說話唔係憑空嚟嘅。心理學早就講過，一個人嘅外在穿着，從來唔係單純嘅遮體保暖，而係佢內心潛意識嘅外化。你每日朝早打開衣櫃揀衫，以為係你揀衫，其實係你嘅性子、你嘅心氣、你骨子裏嘅活法喺度替你做選擇。你係咩樣嘅人，就會不由自主揀咩樣嘅衫。騙得到人，騙唔到自己嘅審美，更加騙唔到自己骨子裏嘅習性。我後生嘅時候都唔信呢套，覺得咪就係件衫，中意乜就着乜，邊有咁多講究。但後來見嘅人多咗，經歷嘅事多咗，慢慢就發現呢，裏面嘅門路深處呢，有啲人着得素淨，睇住溫溫柔柔，但真係遇上事，比邊個都有主意。有啲人着得張揚，睇住咋咋呼呼，但心底比邊個都敞亮。反而係啲着得同般人性子完全懂巴嘅，大多數活得累，相處起身也多有波折。今日我就將呢大半世人睇人嘅心得同大家好好傾下。我哋唔講空話，唔搬理論，就講實實在在嘅觀察。你聽完轉頭睇下身邊嘅人，保證對得上號。覺得講得有道理嘅朋友，可以喺評論區留一句順遂心安。願我哋都可以着得舒服，活得通透。先講一個核心道理，叫穿衣有文碼。咩意思呢？我哋每個人活喺世上，就好似一本攤開嘅書本，你嘅脾氣秉性係書入面嘅內容，你嘅閱歷心氣係書入面嘅故事，而你每日着喺身上嘅衫就係呢本書嘅封面。書店入面咁多書，你第一眼會拿起邊本？肯定係封面合你心意嘅嗰本，拿起嚟翻兩頁，內容同封面對得上，你就願意睇落去。要是封面睇住溫溫柔柔，內容全係算計刻薄，你即刻就會放下，再嘢唔想碰。睇人都係一個道理。你着咩樣嘅衫，就喺無聲咁話俾全世界知，你係個咩樣嘅人。中意着素淨顏色嘅人，唔使講嘢，就係傳遞一個信號。我中意安靜，唔想被打，亦都唔想招惹是非。中意着鮮亮顏色嘅人都唔使開口，就係宣告我喺度，我有我嘅性子，唔好拿世俗嘅規矩嚟框我。真正會睇人嘅人，唔使等你開口講半句，掃一眼你呢身封面，大半嘅性子就已經摸透咗。我呢世見過形形色色嘅人，就發現一個規律，啲日子過得順，人緣又好，能夠擔事又能夠容人嘅人，大多數都係封面同內容對得上嘅人。着得簡單果數，為人就踏實本分，唔玩花花腸子。着得利落乾脆，做事就雷厲風行，唔拖泥帶水。反而係啲着得同本人完全唔符嘅，唔理係打交道定係共事，剛開始睇住光鮮體面相處，耐咗總會露汗，大多數都走唔長遠。點解？因為衫盼唔到人。你可以為咗一次重要見面，精心打扮3-5個鐘，着一身同自己性子完全唔符嘅衫，裝成另一個人。但你裝得一時，裝唔到一世。日子長咗，你總會着翻令自己最舒服嘅嗰身衫。而嗰身令你最放鬆最自在嘅衫，先係你最真實嘅樣子。仲有個詞，我今日都想同大家掰扯下，衫係人嘅能甲。古時候將軍上戰場要着能甲，為嘅係擋刀槍戶之身，着咩樣嘅能甲就可以扛住咩樣嘅攻擊。我哋普通人過日子，雖則唔上戰場，但人情世故是非議論都係另一種戰場。而身上嘅衫就係我哋自帶嘅鏗甲族，得素淨低調嘅人，佢嘅甩甲係隱身術。佢唔想站喺風口浪尖，唔想成為人群嘅焦點，就想安安穩穩
待喺自己嘅節奏入面，唔俾人盯住，唔俾人議論勸，唔俾冇關嘅人和事打擾。我唔搶風頭，唔惹是非，你哋自然就唔好嚟煩我呢。本身就係一種自我保護，一種處世嘅智慧。着得張揚鮮亮嘅人，佢嘅冷甲係鎮冷術，佢用一身亮眼嘅顏色、獨特嘅款式，明明白白話俾所有人知，我有我嘅邊界，我有我嘅聖旨，唔好隨便對我指手畫腳，唔好輕易嚟拿捏我。佢嘅張揚唔係顯擺，係警告，佢嘅特別唔係抓重取寵，係劃清底線。呢兩種冷甲冇高低之分，亦都冇對錯之別，只係性子唔同，活法唔同，適合自己嘅就係最好嘅。而我呢世見過最通透嘅女人，從來唔係着得最貴嘅，亦都唔係着得最素嘅，係嗰種懂得喺唔同巴兒換唔同冷甲嘅女人。見正事談工作，佢着得幹練穩重，俾人一眼就覺得靠譜。同朋友相聚，同家人相處，佢着得輕鬆隨意，俾人覺得親近冇距離。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，佢着得舒服自在，完全唔使顧及任何人嘅眼光。佢唔係俾衫牽住走，係佢現緊衫。佢可以掌控自己着乜，就可以掌控自己過咩樣嘅日子。呢種女人唔理到咩年紀，都活得明白，過得舒展。接落嚟我哋就細講兩種最典型嘅穿搭，對應住兩種完全唔同嘅聖旨。你可以對照住睇下自己係邊一種。身邊嘅人就係變咗先嚟講，第一種平日入面總愛着黑白灰米色、卡其色呢類低飽和度顏色，衫嘅款式簡約大方，冇可咗嘅印花，冇繁雜嘅裝飾，連配色都揀得極克制嘅女人。佢哋嘅衣櫃打開，顏色翻嚟覆去就嗰幾種版型，大多數都係乾淨利落嘅基礎款，唔追潮流，亦都唔買奇裝異服，更加唔會成身堆住 logo 同圖案。佢哋着衫就認一個理，舒服得體。呢類女人走喺人群入面，第一眼往往唔會被注意到，但你要是多留意兩眼，就會覺得越睇越舒服。佢唔扎眼，但你揀唔出半分唔妥。佢唔張揚，但周身嘅質感藏唔住。從心性上嚟講，偏愛低飽和度顏色嘅人，內心大多數都係安穩平和嘅黑色，藏住佢嘅邊界感，唔輕易越界，亦都唔允許人隨便冒犯。白色藏住佢嘅自我要求，做事有分寸，做人有底線。灰色藏住佢嘅中庸包容唔重，牛角尖，亦都唔愛走極端。米色卡其色藏住佢嘅溫和柔軟，待人接物留有餘地。呢啲素淨嘅顏色之背後，係一顆唔浮躁、唔攀比、過往唔多嘅心。呢類女人嘅聖旨總結起身就係三個詞：隨和、包容、好相處。佢哋唔愛攀比，唔愛出風頭，唔稀罕旁人嘅讚美同關注。日子係過俾自己嘅，唔係演俾人睇嘅。屋企人平安就覺得幾好，冇必要樣樣都爭個高低輸贏。佢哋共情心強，同人講嘢嘅時候係真係喺度聽，真係會顧及對方嘅感受。遇上矛盾摩擦，第一反應唔係非要爭個輸贏，而係算啦，退一步都冇咩大不了。喺朋友眼裏，佢哋係最靠譜嘅傾聽者；喺家人眼裏，佢哋係懂事省心嘅頂梁柱；喺同事眼裏，佢哋係做事穩妥好配合嘅伙伴。佢哋嘅日子大多數都同佢哋嘅衫一樣，簡單乾淨，有條有理。屋企唔會堆得亂七八糟，嘢都歸置得整整齊齊。做事唔會慌慌張張，凡事都有自己嘅節奏。佢哋唔追求大富大貴，只追求安穩踏實，將小日子過得細水長流。同呢種女人一齊，你會覺得特別安心。唔理遇上咩事，佢都穩穩嘅，唔會亂咗陣腳。但我要同大家講句掏心窩子嘅話，千祈唔好因為佢哋脾氣好，講話軟，就覺得佢哋好欺負。呢個係好多人都會犯嘅錯，將溫柔當軟弱，將包容當好，拿捏到最後食咗酵，先知自己睇錯咗人。我認識一位做財務嘅女士，姓陳，今年就快50啦，認識佢快20年。印象入面佢永遠都係一身素色，
黑白灰米換住着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講話永遠輕聲細語，連行路都輕悄悄嘅。公司入面新嚟嘅後生都覺得陳姐脾氣最好，有咩事都敢揾佢幫忙，甚至有人覺得佢就係性子軟，冇咩脾氣。直到有一回合作方攞咗個年輕嘅負責人，仗住自己公司名頭大，睇陳姐着得普通，講話又和氣，就以為佢好糊弄，提交嘅報表入面藏咗唔少貓屎，諗住蒙混過關。陳姐住報表翻咗兩遍，冇急住發火，亦都冇提高聲線，就平平淡淡咁望住對方講：呢份表我收下咗，你攞翻去重做。聽日呢個時間我要一份清清楚楚冇半分水分嘅報表，要是聽日交唔上嚟，你唔使再來揾我，直接揾你哋總經理傾。嗰個人當時面就白咗，後來先打聽清楚。成間公司入面最講原則、最唔好糊弄嘅就係呢位睇住溫溫柔柔嘅陳姐，咩點有問題，咩事唔合規矩，佢心裏門兒清，只係平日入面小事唔計較，但真係碰到底線，半分餘地都唔會留你睇。呢就係嗰着素色衫嘅女人，越是着得素淨，心理越是通透富足。佢唔需要靠華麗嘅衫嚟撐場面，唔需要靠人哋嘅眼光嚟證明自己嘅價值，因為佢心裏邊清楚自己係邊個，清楚自己嘅份量。佢讓住你唔係怕你，係懶得同你計較。佢唔發火，唔係冇脾氣，係覺得唔值得為呢點小事動氣。但你要是真係揼鼻子上臉，踩咗佢嘅底線，佢狠起身比邊個都果決。世人對溫柔嘅誤解太深啦，總覺得溫柔就係冇脾氣，就係軟弱可欺，就係逆來順受。其實根本唔係，真正嘅溫柔係有脾氣但唔隨便發，有狂芒但唔隨便怒。明明可以同你爭得面紅耳赤，明明可以讓你落唔到台，但佢選擇退一步，唔係因為佢輸咗，係因為佢比你格局大，不屑於同你走同啲着素色衫嘅女人。佢哋嘅隨和包容好說話，本質上係一種強者嘅寬厚。就好似行路嘅時候，大人遇到細路仔擋路，會側身讓一讓，唔係打唔過，係冇必要。所以要是你身邊有呢種着得素淨、性子溫柔嘅女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佢對你客氣，係將你當回事。佢處讓住你，係心裏邊有你。邊日佢唔再讓住你啦，唔再同你客氣啦，咁就係你喺佢心裏已經唔值得啦。聽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講：咁我講緊去買2身素色衫，唔就顯得我有內涵好相處啦。我恨你千祈唔好咁做着衫呢件事，最忌啱嘅就係裝。你明明係個風火心裏邊藏唔住事嘅聖子，非要硬套一身素淨衫，自己周身唔自在。人哋睇住也近扭，就好似一本書內容係熱鬧鮮活嘅封面，非要做成清冷寡淡嘅，翻開一睇貨不對版，反而俾人覺得唔真誠。着衫最要緊嘅2個字，聯繫自洽。你係咩性子就着咩衫，你中意乜就着乜。硬裝出嚟嘅風格撐唔起你嘅性子，亦都騙唔到明白人。講完咗素色嘅，我哋再嚟講第2種，同前者正好相反嘅女人。佢哋嘅衣櫃入面5顏6色，赤橙黃綠青藍紫，樣樣都有偏愛高飽和度嘅亮色，中意有設計感嘅款式，愛戴擴張亮眼嘅配色。佢哋着衫唔追求唔出錯，追求嘅係有態度，要俾人一眼見到，一眼記住，一眼就知道佢同人哋唔一樣。呢類女人走喺街上，你一定係先見到佢，再見到旁人人群入面最扎眼嘅嗰個，10有8九啊，佢唔怕俾人議論，甚至唔介意俾人話花俏話張揚。喺佢眼裏比議論仲比忽略強，活成背景板，先係最冇意思嘅事。從心性上嚟講，偏愛高飽和嗰度亮色嘅人，自我意識都極強，活得清醒，就自我。紅色藏住佢嘅熱情直，白橙色藏住佢嘅活力坦諾，黃色藏住佢嘅外向爽朗，紫色藏住佢嘅獨特佳傲。呢啲鮮亮嘅顏色湊埋一齊，傳遞出嚟嘅信號特別明確。我喺度，我活着，
我有我嘅主張。呢類女人嘅性子都可以總結成3個詞：直白、仗義，唔好惹佢哋嘅喜怒哀樂，全寫喺面上，心裏藏唔住事，亦都受唔住半分委屈，高興咗就放聲笑，唔高興咗就直接擺面色，從來唔會拐抹角，亦都唔會背地裏耍手段。你永遠唔使擔心佢喺背後俾你褪子，因為佢所有嘅情緒、所有嘅不滿，全都明明白白擺喺明面上待人，係真真誠，一點環繞繞都冇對朋友掏心掏肺。你嘅事就係佢嘅事，你受咗委屈，佢第一個站出嚟替你出頭。對睇唔慣嘅人，連敷衍都懶得敷衍，好惡全擺喺面上，唔允許嘅亦都唔裝客套。佢哋護短護得特別明顯，自己親近嘅人哪怕有錯，都輪唔到外人嚟欺負。佢哋對生活永遠有熱情，永遠願意嗰試新鮮事物。今日想學插花，聽日想去旅行，對世界永遠抱有好奇心。日子過得熱熱鬧鬧，充滿煙火氣，同呢種女人一齊，你永遠唔會覺得無聊。佢總可以將平淡嘅日子過同呢種人相處。講真話，剛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難，畢竟佢性子直，講話唔繞彎，容易俾人落唔到台。但你要是同佢處成咗真心朋友，就會知道呢個係最靠得住嘅人。你落難嘅時候佢唔會躲，你需要幫忙嘅時候佢唔會推坦坦到，明明白白同佢相處，唔使猜心思，唔使設防，特別省心。但我都提醒一句，同呢種人打交道，千祈唔好踩佢嘅底線。佢哋嘅底線畫得特別清楚，就好似用尺量過一樣。底之外，你點樣開玩笑，點樣鬧都冇關係。佢比邊個都大方好說話，但你要是敢越過嗰條線，佢翻臉比翻書還快，半分情面都唔會留，絕對唔會忍氣吞聲，亦都絕對唔會同你耗住扯皮。我認識一個做文創品牌嘅姑娘，姓周，就係典型嘅呢種性子。每次見面佢都着咗鮮亮紅嘅、綠嘅、藍嘅，咩顏色大膽。佢着咗咩耳環項鏈都更誇張嘅款式，遠遠睇過號就好似一團移動嘅光。第一次見佢嘅人大多數都會覺得呢姑娘睇住咁花俏，會唔會很虛榮，很唔好打交道。但剛處耐咗就知道佢呢叫唔裝，着得張揚，係因為佢中意，唔係着俾人睇嘅。性子直白係因為佢賺得演，冇必要同邊個都虛與委蛇。有一回佢同一個業內前輩談合作，嗰位前輩仗住自己資歷老，話嚟話我擠嚟招佢，話女孩子做品牌就喺玩玩而已，撐唔起咩大場面。在場嘅人都以為小周會忍，畢竟對方係前輩手入面仲有唔少資源換，人哋話不定就陪住笑打完場啦。結果小周端住茶杯嘅手往肩上輕輕一放，望住對方講：我着得花俏係我自己中意，唔代表我做事花俏。你有時覺得女孩子做唔到品牌，咁我哋呢合作又冇必要談啦。我唔耽誤您嘅時間。講完拿起包就走，留低一計人面面相覷。後來嗰位前輩託咗好幾個中間人嚟道歉，話當時係隨口一講，冇別嘅意思合作，最後都係同小周簽咗。事後小周同我講，我着成咁就係為咗俾人第一眼就知道我唔係那種任人拿捏嘅軟柿子。唔好拿性別講事，亦都唔好拿資歷壓人。做事就講做事嘅道理。你睇呢，就係着亮色嘅女人，好多人覺得着得花俏就係淺薄，就係愛慕虛榮，就係冇腦子。呢又係一個天大嘅誤解。着得張揚嘅女人，表面睇住咋咋呼呼，其實心諗你比邊個都清楚自己想要乜，唔想要乜，咩事能忍，咩事絕對唔能退佢住兩色。係唔想將日子過得灰播嘅。佢帶誇張嘅配飾，係唔想活成人群入面嘅背景板。佢着得同人哋唔一樣，係根本唔在乎旁人嘅眼光同評價。呢份唔在乎，本身就係一種極強嘅內心力量。你諗下，一個人要多大嘅底氣，先敢着一身大紅大綠走喺街上，
坦然接受所有人嘅目光，唔慌唔怯，自在從容呢份底氣。比住一身名牌難得太多豬名牌，係靠品牌俾自己撐腰，着自己中意嘅兩色，係靠自己嘅氣場俾自己撐腰。所以啊，唔好輕易嘲笑啲着得張揚嘅女人。佢哋那份坦坦囉哥嘅自在，好多人一世都活出唔嚟。講到呢度，我俾大家講兩個場景，你哋嚟評下你到底邊種女人先算性格好。第一個場景，一刀人食飯，有人唔小心將湯吞喺隔離女士嘅衫上。嗰位女士着一身素色棉麻裙，料子普通又唔貴重。佢低頭睇咗睇衫上嘅污漬，抬頭笑咗笑講：冇事冇事，呢件衫本嚟就係着嚟舒服嘅，翻去洗洗就乾淨了。你唔好往心了去。講完就繼續食飯傾偈，同冇事人一樣，成里嘅氣氛一點都冇受影響。在場嘅人都 call 呢女士性子真好，大氣又懂事。第二個場景同樣係一班人食飯，同樣有人唔小心攤咗湯，隔離嘅女士着一件亮黃色嘅真絲裙，一睇就價值不菲。佢當時面色就沉咗落嚟，望住對方講：你咁樣咁唔小心，呢條裙我尋日先買嘅，一次都仲未着出去過。氣氛瞬間就僵住咗。攤湯嘅人站也唔係，坐也唔係，生架得恨不得揾個地棚進去。成州人都私下議論，話呢女人也太小氣啦。唔就係件衫嗎？至於咁俾人難堪，你哋話呢兩個女人邊個嘅性格更好？好多人肯定話第一個好溫柔大氣，第二個唔好刻薄難之後。但我要講咁判斷就太片面啦。第一個女人唔生氣，唔係佢冇脾氣，係佢覺得為咗一件衫破壞一人嘅心情唔值得。佢在意嘅係人情，係場面，係彼此嘅體面，呢個係格局。第二個女人生氣，也唔係佢刻薄，係佢覺得你整壞咗我嘅嘢就該有個認錯嘅態度，我冇必要為咗你嘅錯誤委屈自己假裝大度。佢在意嘅係對錯，係邊界，係自己嘅感受。呢個係原則格局同原則，溫柔同邊界，從來冇高低對錯。一個係柔，一個係剛勇，一個係守，都係好聖子，只係活法唔一樣。咁真正性格差嘅女人係咩樣嘅？唔係住素色嘅，亦都唔係住兩色嘅，係封面同內容完全登巴嘅人，住得素靜溫婉，睇住慈悲心腸，背地裏卻精於算計，着得張揚霸氣，睇住唔好嘢，內裏卻膽小懦弱，遇事就躲，只會欺負比自己弱嘅人。同呢種人相處，你永遠猜唔透佢心理睇諗下麼，永遠唔知道佢邊句話係真，邊句話係假，亦都唔知道什麼時候就會俾佢反咬一口。就好似一本封面同內容完全唔符嘅書，你以為翻開係字妖散文，結果裏面全係陰謀算計，諗下都覺得後怕。話穿衣識人嘅核心，從來唔係着什麼顏色就一定係好人對着，什麼權勢就一定唔好見着。核心係睇佢嘅穿着同佢嘅本心係咪是一致嘅，佢嘅外在表現同佢嘅內裏品性係咪統一嘅。着素色嘅人，心地也素靜坦我，呢叫自洽。着亮色嘅人，心地也敞亮直白，呢也叫自洽。自洽嘅人掂相處都舒服，因為佢唔登巴唔基裝，你見到嘅就係佢最真實嘅樣子。但要是着素色嘅人背地裏算計，着亮色嘅人暗地裏是壞，咁就係分裂，同分裂嘅人相處，處處都係坑點，小心都唔為過。講起自洽，我想多同大家傾幾句。咩叫真正嘅自洽？就係你嘅外在同內裏係同一嘅，你嘅行為同心意係一致嘅，你着嘅衫同你靈魂嘅樣子係匹配嘅。你唔多唔超過，唔為咗討好人哋而打扮，亦都唔為咗煩人哋而亂着。你緊呢件衫只有一個原因，我中意，我着得高興。呢世上活得登巴嘅人太多啦，着咗一身貴衫，仲怕人哋話自己顯擺，又怕人哋睇唔出衫嘅價錢，着得樸素簡單，心裏邊又羨慕人哋光鮮亮麗，
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返屋企就對住衣櫃靚氣。嗱，呢種人唔理着什麼都唔會舒服，因為佢嘅心同衫係凍住嘅，佢嘅日子同自己嘅心意係凍住嘅。我見過太多女人後生嘅時候，為咗父母着衫要着得體面，唔可以俾屋企人冇面子。結婚咗，為咗丈夫着衫要着得賢惠，唔可以俾人話閒話。有咗細路，為咗細路着衫要着得樸素，唔可以顯得不顧家。一世都係為咗人哋着衫，從來冇問過自己中意什麼。等到老咗，想着點自己中意嘅，又覺得年紀大了唔合適了，一世就咁過耗咗連件隨心嘅衫都未着過，諗下都覺得遺憾。我睇咗咁多年人，發現一個空屋不破嘅道理，嗰啲真正過得好、活得通透嘅女人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佢哋早就諗明白咗自己要可乜，然後坦坦多可活成咗自己想要嘅樣子。中意素靜就坦坦個個素色，唔跟冇人哋嘅熱鬧；中意鮮亮就大大方方咗亮色，唔在意人哋眼光。佢哋唔消極旁人嘅評價，唔活喺人哋嘅期待入面。因為佢哋自己認可自己，自己接納自己，呢份從心底裏長出嚟嘅自我認同，先係一個女人最頂級嘅性格魅力。衫從來都唔係用來證明你過得好不好嘅，你日子過得順一甚氣足氣色好，就算着幾十蚊嘅棉馬，也睇住舒展大方，好似着咗大牌，你日子過得糟心扭呢空眼神標，就算着成身名牌，也撐唔起衫嘅氣場，反而好似偷着咗人哋嘅衫，氣息、神態、眼神、笑容，呢啲嘢先係騙唔到人嘅衫，只係錦上添花。你自己先係嗰塊感受。人活一世，終歸係活個心氣，唔係活身衫。傾到呢度，肯定有人問，咁具體點樣通過穿衣睇人？有冇個簡單好用嘅法子？今日我就將自己用咗幾十年嘅3個小方法教俾大家，唔使費什麼勁，準確率很高。你哋平時同人打交道嘅時候，可以試下用。用第一個方法睇鞋。衫可以精心挑選，刻意打扮，但鞋往往最容易暴露一個人嘅真實狀態。我見過唔少女人，衫着得整整齊齊，光鮮亮麗，但鞋上沾住灰帶住泥，邊邊角角都磨舊咗，也唔打理。呢種女人大多數對生活細節嘅掌控力唔夠睇住光鮮，其實日子過得潦草，內裏冇咁嘅精緻。反過嚟，有啲女人衫着得隨意簡單，甚至有點舊，但鞋永遠擦得乾乾淨淨，鞋底鞋邊都打理得整整齊齊。呢種女人心諗你對自己係有要求嘅，有自己嘅底線同原則，唔會因為旁人睇唔見就敷衍自己。佢哋嘅精緻係刻喺骨子裏嘅，唔係演俾外人睇嘅。同呢種人大可放心，佢哋做事往往有始有終，哪怕冇人盯住，也唔會偷工減料。第二個方法，睇佢衣櫃入面最貴嘅那件衫係用嚟做冚尾嘅人。呢一世總會有幾件拿得出手嘅好衫，但呢衫買俾邊個着，俾邊個睇，最能見心性。我認識一位做中學老師嘅女士，收入唔算低，衣櫃入面最貴嘅衫係2套桑銀絲睡衣同幾件出門散步着嘅素色棉麻外套，料子好，做工細，全係着俾自己舒服嘅。平時上班見家長，參加親友聚會，佢反倒着得簡單大方，從來唔追求大牌撐場面。我曾同佢打趣，話你啲錢都花咗喺人哋睇唔見嘅地方。佢笑住講，日子係自己過嘅，舒不舒服自己最清楚，冇必要為咗人哋嘅眼光花大價錢買罪受。呢種女人內心大多數都係知足篤定嘅，佢唔需要靠一身名牌嚟撐底氣，唔需要通過人哋嘅任務嚟確認自己嘅價值。佢嘅幸福感來源於自己嘅真實感受，唔係旁人嘅三言兩語。反過嚟，有啲人衣櫃入面最貴嘅衫全係為咗見人準備嘅，參加婚禮要壓過旁人嘅禮服，同學聚會要撐場面嘅外套，見重要客戶要撐門面嘅套裝。呢啲衫貴係貴，但佢自己喺屋企嘅時候，
連件像樣嘅居家服都捨唔得買，隨便着件洗得發白嘅舊 T 恤就對付啦。唔係話重視包圍唔對，只係呢種人圈往往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，將旁人嘅評價睇得比自己嘅感受重。佢哋容易攀比，容易焦慮，總怕自己比人哋差，總怕俾人睇唔起衫。本來係服務人嘅圈，但到咗佢哋呢度，反倒成咗負擔，成咗俾人睇嘅道具。日子過得累唔累，只有佢自己心裏最清楚。第三個方法，睇佢喺唔重要嘅日子入面着什麼圈，重要保而着得體面，邊個都做得到面試、約會、參加宴席，邊個都會特意收拾一番揀最好嘅衫着。但啲普普通通冇人關注嘅日子圈，先最見一個人嘅生活底色。比如周末唔使出門唔使見人嘅時候，比如落樓買個餸取個快遞嘅幾分鐘，比如自己一個人喺屋企睇書煮飯嘅閒散時光。女人只要離開床鋪，哪怕只係留咗一個垃圾，都會將衫着得整整齊齊，頭髮梳得利利索索，哪怕留下一個熟人都冇，也絕對唔會邋裏邋遢。唔係為咗俾邊個睇，係佢自己習慣咗體面，習慣咗讓自己舒服順眼。呢種女人對生活係有要求嘅，呢份要求唔係做俾人睇嘅，係刻喺骨子裏嘅自重。佢哋嘅日子永遠唔會過得太糟，因為哪怕喺冇人見到嘅地方，佢哋也唔敷衍自己。但有啲女人就唔一樣啦，有人睇嘅時候光鮮亮麗，冇人睇嘅時候就鐵底鬆懈，睡衣足足一日，頭髮亂成一團，屋企亂得落唔到腳也毫不在意。佢哋嘅精緻係俾外人睇嘅，佢哋嘅認真係為咗俾人 call 嘅。一旦冇咗觀眾力，成個人都鬆鬆垮落嚟。講白啲，佢哋嘅生活狀態一直係等待被看見嘅模式，冇人睇就覺得日子冇咗奔頭。其實真正活得漂亮嘅女人，從來唔係為咗俾邊個睇先打扮，先好好過日子。佢收拾自己係因為自己值得，佢認真生活係因為日子係自己嘅。哪怕今日要見嘅人只有自己，佢也願意着一件讓自己開心嘅衫，做一頓合自己口味嘅飯呢，先係真正嘅穿衣自由，也是真正刻喺骨子裏嘅性格底氣。可惜生活入面太多女人行下行下就俾自己套上咗枷鎖，尤其係過咗40歲，總有人喺耳邊念叨，呢個年紀就該着得穩重些，亮色太招搖，短裙太輕浮，亂粉顏色係髒亂花衫。唔正經講嘅人多咗，連自己都跟住信咗，對住衣櫃入面心儀嘅款式搖搖頭，伸手拿起旁人眼裏符合年紀嘅深色衣裳，將中意嘅樣子一點點藏進咗歲月裏。我就常諗，呢啲規矩到底係邊個定嘅？邊個規定40歲唔可以着碎花裙，50歲唔可以着小白鞋，60歲唔可以掏紅唇？冇邊條律例寫住，亦都冇邊條真理規定，只不過係旁人嘅閒言碎語，改成咗世俗偏見，捆住咗一輩又一輩嘅女人。人哋隨口一句評價，轉頭就黃攞偏有人要將呢說話穿喺心裏部，為難自己大半輩住衫。呢件事從來都係先越己再越人順序，搞反咗人就活得累。一件衫你住上高興，佢就係好衫；你着上襟紐再貴再符合人哋嘅眼光，也係件受罪嘅衣裳。一個女人要活到40-50歲，仲係為咗着什麼衫瞻前顧後，怕人講閒話，怕人笑話。咁佢呢世多半仲有好多事都做唔到主。穿衣呢點小事都要俾人左右遇上人生更大嘅選擇，又咁樣敢自己拿主意。講到呢度，也得同大家講句實在話，穿衣識人只係個入門嘅法子，能睇出個大概脾性，卻唔可以一朝定音。着布鞋嘅可能係身家豐厚嘅實幹家，着高定嘅可能係拆東長保西長嘅空心人，着素淨衣衫嘅可能內心富足豐盈，着成身名牌嘅可能夜夜焦慮難安三骨。終歸係皮囊嘅外衣，品性先係人嘅筋骨。要睇透一個人終歸還是要靠日子靠相處。
睇佢皮緊嘅時候點樣待人，睇佢得意嘅時候點樣處事，睇佢冇人盯住嘅時候點樣做選擇權，睇佢遇上難處嘅時候守唔守住底線。呢啲藏喺細節入面嘅嘢，比衫更準也更實在。衫可以裝樣子，眼神裝唔到；穿搭可以演體面，行事嘅分寸演唔到。但有一句說話，我咁講絕對冇錯。一個人要是着咗一世自己唔中意嘅衫，咁佢大概率又活咗一世自己唔想要嘅人生。因為連穿呢啲點小事都唔敢順住自己嘅心意，人生嘅大事上只會更畏縮，更唔敢爭取。所以今日同大家講呢啲，唔係教大家點樣去評判人哋，係想話俾每一位朋友知，尤其係女孩子們，唔使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，唔使俾世俗嘅標準捆住手腳。你想着什麼就着什麼，中意掃淨就掃淨，中意鮮亮就鮮亮。只要你知其舒先，旁人講什麼都唔算數。唔使問人哋我將呢個合唔合適，問下自己我將高唔高興，高興就將，唔高興就還。就咁簡單，着你覺得好慳嘅衫，過你覺得值得嘅日子。你嘅人生呢本書封面你自己定，內容你自己寫，唔使睇任何人嘅面色，唔使按任何人嘅模板活。素淨有素淨嘅安穩，張揚有張揚嘅鮮活，冇邊種活法更高貴，亦都冇邊種性格更完美，自洽自在就係最好嘅狀態。真正嘅好性格從來唔係脾氣軟到冇底線，亦都唔係件子硬到不人情，而係活得通透，着得自在，同邊個相處都坦坦過數，同知己相處也舒舒服服。衣品識人係小數，隨心自洽先係大道。願我哋都可以着得舒服，活得更舒服。